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想分享個故事，就係嗱，呢度有一張政府開嘅文件，係邊度呢？香港生死登記處嘅堅嘅張文件，係啦，冇錯，就係講我老豆死咗喺靈實醫院死咗嗱。咁即係堅㗎啦，我老豆係死咗啦。咁如果假設將來假設我仲有30年命啦，如果假設我喺呢30年裏邊發現我老豆生勾出現咗嘅話，咁呢張紙即係假㗎咯喎，咁即係政府做假文件㗎咯喎，係啊，係啦。咁如果真係假設呢個見翻我老豆係成立，咁張紙即係假㗎啦，咁我點樣再信你哋呢？同埋我屋企人呢？係啦，就係咁簡單。